小朋友大家好，又到好好运动的时间，我是联心国际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今天让大家共好了运动的有我们林正刚物理治疗师，以及高景荣老师。准备好吗？运动1000，我们先来做暖身操。对，两张手先放在我们的骨盆，好，然后你颈椎先往前点1步，好，胳膊走脚，很好，慢慢来走，好，这个暖身操呢，可以让你的身体慢慢的热起来，哈，好，再整脚，走脚，很好，过来，你很后摆哈，后面。对，脚往后面伸，好，个狗寸好头前的哦，好，再整脚，个后摆，好，我们要准备往左右边咯，哈，后摆，好，来右边，很好，狗整片，好，在右边，好，慢慢的。把你的脚走在寸好长的哦，哈，嘿，再往旁边一点，好，过来，好，我们换前面，左边很好，前面，好，往后面哦 ，heel boy， 好，后面，整片来，好，整片，左边，对，很好，你有感觉在整片。好，我们在这个左右边继续做。好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不然你的身体慢慢的练起来。等一下走运动的时候呢，你的肌肉的伸展度会比较好。好，我们不会受伤哦，哈。来左右边，好，再继续。好，来原地踏步，慢慢的调整一下呼吸。好，来吸气，好，吐气。好，那。停下来，好，你准备了走下一个运动哈，然后用脚脚，让我们跟我们的肩膀一样宽，好，然后手慢慢呢，举起来，让你的肩头平，然后这时候我们要做的运动右上左下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整手在上面，左手在下面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手够平。对，很好。现在换左上右下来，吸气，吐气走熟，很好。然后吸一口气，吐气狗平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哦，吸，好，吐气，好。这时候慢慢的走，再让我们的身体往左边来，因为感觉你的身体走平，整片稳，有点轻轻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再手扁平哎。OK， 再来一次哦，吸气，吐气，左上右下，嘿，然后慢慢的身体往右边来。好，记住肚脐会出力咯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数平哎，很好。再来一次哦，吸气，吐气，往左边来。好，这时候我们身体已经变得好捏了，好，我们可以再往左边再伸展。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手扁平哎。好，往左边哦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左手往上，右手往下。好，停留5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吸气，吐气平哎。好，再来一次吸气的时候，我们把手放下来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右手上，左手往后背松。对，因为刚刚可是肚脐出力咯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手放下来。好，来，我们调整一下呼吸，吸气，好，吐气。你有感觉身体硬硬啊？你要准备来做运动咯。
暖身运动走好嘞，你准备要来走人头哦。也好走人头嘿，弹力带的运动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力量哦。首先呢，你只不过走在准备一张像这样子一个有弹性的带子，还有一种等呢。好，我们准备来走人头哦，先凑啊等在上面。好，那等呢莫靠到该椅背哈，你走在凑一板，好，两只脚会平平的并啊提那一下，而且等那会稳哦，这样子呢才比较安全。然后弹力带呢，你一开始先绕过我们的脚底。好，我们首先要走坐姿划船的运动哈，然后呢弹力带我们可以鼠尾靠好 handle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背弄会打气，肚脐会出力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用你手背的力量，把弹力带往上拉。对，很好，来往上拉。好，来我们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再慢慢的数寸气。好，勾了一遍了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慢慢的往上拉。好，这时候你除了手背要处理以外，你的背弄也要处理哈。我们这是训练肌肉的力量哈。勾了一遍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勾慢慢的寸气。好，刚时你脚好又临时走的脚没出力，好寸好吃掉了哈。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往上往你胸部的地方拉。好，在这边停留一下。好，吸，吐气的时候嘞，数慢慢的寸气。当好哦，够听的来走一遍哈，吸气，吐气，往上拉。好，脚会踏气了哈。好，来吸，吐气，慢慢的数寸气。很好，最后一次吸。好，吐气，肚脐够力，手往上拉，背弄没有出力，背弄会打气了哈。好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够慢慢的寸气。然后往走脚哈，一样把弹力带呢绕过你的走脚。好，这时候一样数寸气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慢慢的把弹力带往上拉，背弄会出力咯。好，吸一口气的时候，慢慢的数，对，寸气。好，来，再来一次吸气，吐气的时候肚脐够力，配合呼吸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肚脐耳出力哈，那是我们的核心的肌肉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数慢慢的够寸气。好。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记得你的脚没有顺手会出力了哈。来吸，好，吐气的时候，给我往上拉，很好。够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够寸气。好，最后一次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背弄出力。对，数鼻没有出力咯。好，这边停留一下。很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慢慢的存气。好，你狗来训练的是我们脚踝的动作，先从整脚开始哈，因为你行路来讲，脚踝也很重要哈，所以一样哈，脚存气，然后把弹力带拉紧，拉你的头前哈，然后吸一口气，然后我们的脚踝踏下去。出力呢，往下踏，动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慢慢的脚盘翘起来。对，这时候弹力带还是轻轻好，莫松开来哈。然后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用脚盘的力量再往下踩。好，你的膝盖呢没有寸气了哈，不可以弯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对，再翘起来，脚盘会翘起来，对，很好哦。因为感觉你贵只脚都有出力，那就是训练我们的肌肉力量哦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脚盘够出力，很好哦，够出力，往下踩。好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
回到正中间的位置。你压好走的嘛噶，好，往内往外翻，好，夯鲁的世界啦，哈，那个往内往外翻的这个动作来讲，也是我们平衡很重要的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脚板内侧翘起来。好，这是我们训练内侧的肌肉哦。好，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往外边翻，好，注意看，你的脚盘呢，哈，翘起来。往外边翘哈，好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往内侧翘起来，很好。来，吸口气，吐气在外侧翘起来。好，这个动作呢，可以让我们的脚踝更有力量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回来整对动哦。好，你往脚往左偏，好，一样哈，脚春前。好，吸气的时候呢，内侧翘起来，对，很好哦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外侧翘起来，对，好，过了一遍哦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内侧翘起来，好，再来一次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外侧翘起来，对，这时候数莫听痛，好，再来一次吸。吐气的时候内侧翘起来，很好。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外侧翘起来。好，来我们放轻松。过来呢，我们要训练大腿内侧和外侧的力量哈，把我们的弹力带呢绕过你的脚鼻，好，打一个圈。好，我们要训练外侧的力量。然后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呢。嘿，慢慢的用抬脚鼻外侧的力量，把这个弹力带撑开，很好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慢慢的内侧肌肉用力，好，回到原来的位置。好，走压动作的时候，肚时没有用力了，不可以弯腰驼背，哈，一定要打拳，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再来一次，往外慢慢的打开，很好哦。好，这个对我们的起跳也是很有帮助的哦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再慢慢的放轻松，回来正中央的位置。好，勾吸一口气，好，我慢慢的给我打开来。好，脚鼻外侧会出力咯，你又出力啦，很好。好，再来一次，吸气，吐气内侧出力。好，让你给我回到正中央的位置。好，搞到一遍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外侧出力，很好，在这边停留3秒钟，1、2、3，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再回来，对，好，搞了一遍哦，吸气，吐气外侧出力，打开来，好，很好，再来一次，吸气，吐气内侧出力。嘿，再慢慢的回来。好，做的动作呢不会有任何的疼痛。好，那这时候我们再调整一下呼吸，来吸气，我们的手慢慢的往上，好，吐气慢慢的变下来，好，休困一下哦。